议员林恩就伫总日顺提出森林脱网收无纸钱，当然是做出的凸显淡市伫清明三大节日的集运量拢突破300吨。伫消化量有限之下，今时纸钱竟然蓝做火烧，无怪祖先收无钱，对神明嘛不敬。所以呼吁市府面对纸钱对干那山，一定要善用17亿的殡葬基金来增加兴建金路。那台南市针对我们的纳古塔，包括庙宇，请他们纸钱集中烧，那呢必须要公姐的看拍天啊，你就是爱，我们自己要建嘛，我们17亿的，你给我答应啊，是不是将来辅导我们庙宇跟纳古塔，尤其是咱的纳古塔，拢爱有环保记录可以烧了。因为你刚刚提到我们殡葬基金还有钱嘛，17亿多了，我们就要去开始花钱去规划。对啦，迄个议员我报告一下吼，其实伊迄个南山公墓内底米区的部分哦，有哪有规划迄个环保金炉啦？迄一个年啦，我跟你讲，那一个环保金炉是在烧库钱的，你莫跟我讲啊，你跟我讲，我现在也没有时间跟你讲。后日来说的啦，后日来去证实啦。同款应该是民政局业务，毋过议员却爆料，森林扣去以后所出的危害，竟然是交予环保局。结果将森林危害甲烂土本色做伙，议员表达痛心，骨骸绝对毋是废弃物，禁止随便乱弹，而是互森林应该有的尊重，将危害回归自然，甲树木共存。对此市府嘛认同，一定是人道处理。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